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柏傲莊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，我哋睇一睇呢個物業嘅大門，旁邊就有個儲物室，或者可以用嚟做工人房㗎。咁呢邊就係飯廳啦，可以擺到4至6人飯台啦。另外一邊就係廚房，咁有雪櫃、升盤爐頭同埋儲物櫥櫃。客廳方面，一邊可以擺梳化，另一邊就擺電視櫃啦。前面有個陽台，咁對住嘅景觀呢，就係田心村，相當翠綠同埋舒服㗎。我哋望一望睡房區咧，首先就係洗手間啦，佢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另外，所有嘅設施都係全新，相當潔淨。第一個睡房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返個高身衣櫃。附近嘅景觀亦都係對住翠綠嘅田心村。另一個房間主人房，放完雙人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亦都係有一個工作平台。呢度就可以望返附近嘅內園，係相當翠綠㗎。我哋睇一睇主人套廁啦，咁佢有浴缸設計，淋浴嘅時候就可以放鬆嘆下啦。其他設施都係全新嘅。